最近传出讲，总统蔡英文伫落任进前想要直下前总统陈水扁。今仔早起，伫立法院要报告，也毋过法务部长蔡清祥请假。在野立委是指控部长藐视国会，有立委嘛正关心陈水扁7亿的不法所得会安怎来处理哦。法务部是强调讲，犯罪所得已经充公了，未受到影响。 法务部长蔡清祥特别落任，宣布起最后100个立法院司法甲法制委员会。总统蔡英文传出520进前考虑特赦前总统陈水扁，引发正大的讨论。立法院15举行专题报告，不过蔡清祥人伫法院请假，理由是为了救灾的检警。 若被立委唔接受，谴责蔡清祥藐视国会。民众党吴国昌批评讲，蔡清祥去毕业旅行，表现是让人失望。一直到昨天晚上9点多才请好假，他就是踩准了嘛？踩准了，我不来，你能够怎么样？这样的表现啊，令人失望。他的意思是，反正我明天就离开了。 你们也拿我没有办法，我从来都不避讳了，我就是挺扁，我都认为要特赦，正反意见谁不知道会有？陈水扁进前讲，政治案件交由政治解决。法务部表示，目前无接到蔡总统只是要建议特赦，也若咱国既经有被解特赦的记录。民进党曾瑞雄表态挺陈水扁，讲特赦是总统的政治判断，支持特赦。 不过，陈水扁目前阁有4案庭审，法务部回应讲，庭审的案件无伫特赦范围内。国民党罗志强质疑讲，若特赦陈水扁，相关的涉案的关系人是毋是会做回特赦？分期付款吗？蔡英文特赦完之后，剩下没被判的案件，等到赖清德上任以后又被判罪了。 是不是要再特赦一次？这是不动产，他要没有办法，大概多少嘛？不会连这都没掌握吧？大概7亿元左右。法务部表示，陈水扁的2亿5千万罚金已经执行完。立委追问讲，国内外阁有偌济互冻结的资产？法务部回应讲，非法的所得计共有大约7亿，这无没收的犯罪所得无受特赦影响，因此钱也未先互陈水扁用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